创世纪第24章，以撒娶某。亚伯拉罕年老长岁寿，伊一生所做的事，拢得到上主祝福。亚伯拉罕对伊至亲的管家讲：“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下，你得记上主天甲地上帝咒詛，毋通甲我娶这的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得去我的本地本族，甲我的囝以撒娶一个某。”迄个管家应讲：“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咱遮，我检通将你的囝娶转去你的故乡。”亚伯拉罕甲伊讲：“你绝对毋通甲我的囝娶转去遐。上主天顶的上帝捌带我离开阮老爸的家甲本族的地，佮对我立誓应允，讲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伊会找伊的使者甲你引带，互你通对遐甲我的囝娶某。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你来，这个咒詛就甲你无关系。毋过千万毋通甲我的囝带转去遐。”管家就将手下伫伊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，为着这个代志咒詛。迄个管家对伊主人的骆驼选10只，佮带伊主人逐款的财宝，出发去米索不达米亚到拿福的城。伊互骆驼跪伫城外的井边。迄时拄拄黄昏，妇女出来抢水。伊讲：“上主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施恩互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互我今仔日有好机会。我当徛伫井边，城内的查某囡仔出来抢水，我若对其中一个查某囡仔讲，请放落你的水盘，互我啉水。伊若讲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。愿伊就是你所选要互你的仆人以撒做某的查某囡仔。安尼，我就知你施恩互我的主人。”话还未讲煞，利百加经头顶下水盘出来。伊是比土利的查某囝。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福的某米迦的囝。迄个查某囡仔面貌非常水，是在色女，犹毋捌有查甫人甲伊做伙困。伊落去井边，甲水盘堆满就起来。管家走去对伊讲：“请你将盘里的水一丝仔互我啉。”查某囡仔讲：“先生，请啉。”伊就赶紧放落水盘，看伫手里，互迄个管家啉。互管家啉了，佮讲：“我嘛要互你的骆驼啉到饱。”伊就赶紧将盘内的水摒伫槽里，佮走去井边为骆驼抢水。迄个管家注意甲看，恬恬无讲话，爱知上主是毋是会互伊的任务顺利完成。骆驼啉了，迄个人就摕一个6公克的金片环，一对114公克的金手环，互一个查某囡仔，对伊讲：“请问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恁老爸厝兼有所在，互阮歇眠。”利百加就甲伊讲：“我是比土利的查某囝，阮老爸是米迦甲拿福生的囝。阮有充足的草料米粮，嘛有所在通互恁歇眠。”迄个管家就跪落去敬拜上主，讲：“我要称赞上主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伊一直用慈爱信实对待我的主人，一路引带我来到我的主人兄弟的家。”查某囡仔走倒去，将这个代志甲因老母全家的人讲。利百加有一个兄哥拉班，伊一日看到因小妹身上的片环甲手环，佮听到利百加讲，迄个人对我讲安尼安尼，就走去井边见迄个人。伊到的时，迄个人犹徛伫水井边骆驼遐，
伊甲迄个人讲：你是上主赐福的人，哪会要徛伫外面？请来阮兜，你的房间甲路德歇困的所在，我已经准备好势。迄个管家就入去拉班的厝，有人来偷路德在的物件，用草料牛虱饲路德，佮芳水，互迄个管家以及甲伊做伙来的人洗骹。有人将食物摆伫管家面前，要请伊食。毋过伊讲，听候我将我来的目的讲清楚，我才食。老板讲，请讲。伊就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上主有大大赐予我的主人，互伊真好业，佮互伊牛、羊、金、银、仆人、女婢、路德甲驴仔。我的主人的某沙拉年老的时，甲伊生一个囝。我的主人嘛将伊所有的互这个囝。我的主人甲我咒詛讲，毋通甲我带这个迦南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的老爸家，我本族遐，甲我的囝带一个某。我对我的主人讲，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缀我来咱遮，要安怎？伊就甲我讲，我服侍的上主会找伊的使者，甲你做伙去，互你一路顺利。你就通对我的宗族，阮老爸家，甲我的囝带某。你若有去到我本族遐，就算有照咒诅做。万一因毋将迄个查某囡仔交互你，这个咒诅就甲你无关系。今仔日我到井边，祈祷讲，上主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求你互我一路顺利。我当徛伫井边，对出来抢水的一个查某囡仔讲，请你将水盘的水一丝仔互我啉。伊若讲，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路德啉。愿意就是上主所选要互我主人的囝做某的查某囡仔。我心内的话讲犹未了，利百加就出来，镜头顶下水盘，落去井边抢水。我甲伊讲，请你互我啉，伊就赶紧对镜头顶放落水盘，讲，请啉，我嘛要互你的路德啉。我就啉，伊嘛互我的路德啉。我佮问伊，你是甚物人的查某囝？伊讲，我是比托利的查某囝。阮老爸是密加甲拿福生的囝，我就将片拳挂伫伊的片，手拳挂伫伊的手。我跪落去敬拜上主，称赞上主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伊引带我一路顺利，互我找到我主人的小弟的查某孙来互伊做新妇。但恁若要用主爱信息对待我的主人，就甲我讲；若毋嘛甲我讲，互我通决定过来要安怎。拉班甲比托利应讲，这个代志既然上主安尼安排，阮袂当对你讲什么。但利百加伫遮，你通带伊去，照上主的安排，互你的主人的囝做某。亚伯拉罕的管家听到这话，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。迄个管家起来，摕金器、银器甲衣服送利百加，佮将贵重的礼物送互伊的兄哥甲老母。迄个管家甲第二个人即时才啉食歇眠。隔日透早，管家对因讲，请互我倒去我的主人遐。利百加兄哥甲老母讲，请互查某囡仔甲阮住几日啊？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伊对因讲，请毋通甲我留，上主已经互我一路顺利，请互我赶紧倒去我的主人遐。因讲，阮叫查某囡仔来探伊的话意。因就叫利百加来，问伊讲，你兼要甲这个管家做伙去？利百加因讲，我要。
因就送小妹利百加甲伊的林母，带阿伯拉罕的管家甲跟随伊的人去。因甲利百加祝福，讲：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得的城。利百加甲伊的女婢徛骆驼带迄个管家去，管家就带利百加转去。迄时，以撒刷去比尼拉海来，住伫尼吉夫。黄昏的时，以撒出来野外散步，抬头一个看到骆驼得来。利百加看到以撒，就对骆驼落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伫野地咱遮行来的是甚物人？迄个管家讲：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用被遮面，管家将伊所做的代志拢甲以撒报告。以撒就牵利百加入去伊的老母撒拉的厝边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百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